后来这个姓杨的嫌犯是列管的精神病患，互庄仔头是真头痛。村民只要讲到这个人就害头，唔若气愤，嘛会惊讲。进前有一个阿婆，只是出门买一个早顿，就互伊举刀仔来挂着伤。阿婆讲，伊即摆参要出门来运动，都唔敢。讲这个精神病患有去看过医生，只要有较好出来，就搁甲人拍，搁互抓起来出来，就搁甲人拍。是庄仔头一粒无定时的炸弹。这个外人眼中的失控的人物，嘛是厝内底的恶梦。伊的老母讲，叫伊食药嘛袂食。这个老母讲，伊实在嘛无法度。当地村民讲，希望会当联署，莫互伊搁转来庄仔头咯。居民拢咧讨论这位甲人的目睭挖出来姓杨的查甫人，因为伊出手共伤害已经毋是头一摆。我会惊，已经家境我都唔敢出去啊。阿嬷用手逼伊的空喙，6月30号透早5点，伊出门买早顿，就互姓杨的查甫人摕刀仔挂着伤，互伊不满的购有。20几天尔，才转来啊。姓杨的查甫人，互在地人真困扰，阮嘛找到伊的老母。这无办法啦，是着是安尼行。查甫人的行为，互村民头壳拢真痛。村长嘛讲，无想要搁吞论，发起联署，爱伊伫病院好好治疗。我要用这个联署，是讲，互阮转大一签，尽量啊赶出这社区啊。查甫人定定伫医疗机构出入，大摆出院了就会搁犯案。即摆搁发生情绪管理的问题，伤害超伤的女员工，精神医生嘛提出看法。需要长期在机构接受治疗。姓杨的查甫人伫这半年以来已经犯案3摆，即马村民敢若毋望伊会使继续住院接受治疗，啊无后一摆毋知影佫是倒一位无辜的受害者，爱受到这种互人真惊讲的伤害。